上集播完我哋嘅清邁度假之旅，今集會繼續同大家潮遊曼谷。先去日本人開嘅一間 SPA 做一個人參嘅身體磨砂，再帶大家去到 Nana 站參觀一間類似 Surface Apartment 嘅酒店，試下佢哋嘅巴西燒烤。轉到亞屬站嘅5星級大酒店，原來佢嘅酒店房間有齊健身器材。再同大家行埋一個重新裝修嘅平價酒店，佢哋嘅意大利餐廳有大廚坐鎮，菜式極具地道風味，為你帶來夢幻感覺嘅酒店，以藍色做主調，令人感覺到不經意的浪漫。潮玩潮食，一齊同你潮遊泰國。上個禮拜同大家結束咗清邁嘅悠閒度假之旅，今集我哋會同大家重新回歸到曼谷嘅繁華鬧市，繼續同大家捐窿捐罅，潮玩潮食。首先會同大家翻返呢個 Nana 站，睇下呢一間日式小 SPA， 佢哋嘅裝修同佈置帶有濃厚嘅日式風情，小巧精雅，令人有耳目一新嘅感覺。佢哋除咗一貫嘅 SPA treatment 之外，仲有專人教授嘅瑜伽課程俾你選擇。呢間日本人所開嘅 SPA 咧，地方又唔算大，房間只得幾間啫。但係有佢嘅好處咧，就係話咧，如果成班人一齊嚟咧，就可以分分鐘可以包場啦，包起佢嚟做啊。咁環境嘅感覺都會清雅。咁同埋我最欣賞嘅有一個地方就係話，佢所播嘅音樂咧，就唔係一般 SPA 所播緊嘅一啲好 relax、好飄逸嘅音樂咁罐頭嘅，而係一啲少少交響樂啊咁樣嘅。咁我感覺又好似係高檔咗少少啊。講到啲音樂咁好聽，不如就買一隻翻屋企慢慢聽飽佢啦。咁價錢係250匹嘅。咁講緊咧呢啲音樂咧，雖然話似交響樂，但就並非一般貝多芬啊、莫扎特嗰啲交響樂。咁而係咧為日本嘅一個作曲家自己作嘅咁。咁呢度嘅老闆幾個日本人啦，聲稱係佢朋友就攞晒 copyright 嘅，就原裝就將佢拎嚟咧就做咗呢個嘅音樂播俾人客聽。於是乎你買翻去咧都唔驚話買咗盜版。除咗音樂 CD 之外，呢間鋪頭仲有好多其他實用物品賣俾人客，好似一啲香薰油啦、香草包啊咁。呢間 SPA 雖然房間唔多，咁但係譬如一啲大房，好似呢間房咁咧，就總有2間。咁呢度咧仲有啲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話咧，一般去 SPA 做 treatment 嘅房間頂籠都係雙人房嘅啫。咁但係呢度嘅房間裏邊咧係有3張床，可以3個人同時一齊做 SPA treatment 都得嘅。咁但係個沖涼缸咧就要大家輪流浸啦咁。咁同埋出面亦都有個露台，咁方便大家喺度做完 SPA 着翻衫之後咧，亦都係出去攤唞下，睇下出邊嘅環境咁樣嘅。呢間 SPA 為咗慶祝1週年紀念，近期更加推出半價優惠，其中原價要1080蚊港紙嘅4個鐘頭按摩療程，而家只要2個人同時幫襯就可以享用優惠價，每人540蚊港紙就可以享用到啦，認真超值。呢度除咗可以俾人客做 SPA 同埋 massage 之外咧，仲有嘢學，就係學呢個正宗嘅泰式按摩啦。咁價錢係9000匹1個禮拜，一個禮拜包括咗5堂啦，每堂咧由朝頭早9點鐘到晏晝4點鐘喎。咁如果你想嚟泰國過一個有意義嘅假期，唔係淨係飲飲食食嘅話咧，都不妨嚟呢度學下呢個正宗嘅泰式按摩，好似佢咁。佢哋會有專業嘅技師為你作私人教授，親自指導每一個動作，糾正一啲平常人喺動作技術上經常會犯嘅錯誤，務求令你學到最正宗嘅泰式按摩。剛才日本人所開嗰間 SPA 就叫做清幽典雅，咁而當喺嗰間酒店出咗門口向左行嘅時候呢，咁大概5分鐘就係呢間泰國人所開嘅 SPA 啦。咁呢度嘅環境呢，就一啲都唔清幽典雅，相反咧有少少潮同 hip 嘅味道。點解咁講呢？睇下你就知啊！道門都潮過人嘅。呢度除咗做 SPA 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洗頭嘅地方啦。咁與此同時咧，呢度亦都有個所謂嘅茶吧，有多種唔同嘅茶俾大家喺度飲嘅茶吧喎。呢度係全泰國第一間嘅飲茶專門店 Tea Bar， 喺度沖翻壺深水靚茶，坐低慢慢嘆都幾寫意。
呢間髮型屋可以話提供一個一站式嘅服務啦。咁見到後邊嘅人客咧，咁梳住個頭啊，咁梳髮要花時間等㗎嘛。咁咁悶做咩咧？咁梗係可以做按摩啦。於是乎咧，有按摩師去出嚟咧，幫佢咧就做呢個按摩，等候時間咧唔使咁悶啊，同有啲細藝。因為或者當你雖然個靚頭覺得一切搞掂晒啦，但係都好攰喎，等咁耐點算咧？唔緊要，再入去做埋個 SPA 仲可以喎。外形似貨櫃箱嘅 SPA 房，房裏邊嘅佈置擺設舒適優雅。剛才講過咧，就話呢間 SPA 都幾潮嘅，咁有幾潮咧？大家見到啦。咁原來佢做 SPA 嘅房間咧，大多數咧都係做一啲類似貨櫃箱嘅物體嚟做嘅，一個個鋁箱咁樣。咁而且全部統一顏色都係紫色嘅。呢間鋪頭嗰個主題同埋個 logo 都係紫色，因為個老闆中意紫色咁話。咁每間房咧都有少少特色，同埋咧係幾唔同嘅。咁可以話喺一個鋁箱裏邊做 SPA， 咁你話潮唔潮特唔特別咧？呢度總共有8個貨櫃箱啦，咁每個貨櫃箱裏邊咧都係一間房嚟嘅。咁呢間房咧就做呢個泰式按摩嘅。咁而家聽到出邊咧有少少嘅車聲，但係當你關埋嗰度鐵門之後，再開埋冷氣咧就冇聲。正如剛才所講咧，呢個每一間房咧都有少少唔同嘅。好似呢間房咁咧，主力咧係我嚟做 facial 嘅，咁但係嗰個感覺咧，如果同一般美容院嘅 facial 房唔同。呢度啲 body treatment 咧可以做車仔面㗎嘛，可以有啲2個 item、3個 item、7個 item 任揀嘅。咁2個 item 咧價錢由呢個1200匹2小時起啦。譬如講緊嘅一個泰式嘅按摩啊，或者係一個油按啊咁樣啦，甚至乎4手按摩就1990就2小時。咁而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呢個2990匹嘅呢個7個 item 嘅一個 treatment 啦。7個 item 包括都多嘢㗎，譬如呢個浸呢個玫瑰花浴啦，焗呢個桑拿啦，洗腳啦，按摩頭啦，同埋呢個按摩油按啊各樣啊。不過最重要個 point 咧就係話臨尾咧就仲有一個咧呢個 body scrub 就用啲咩咧？一係咧就用朱古力，又或者用人參嚟做呢個 body scrub 啊。蘭蘭站嗰邊嘅海11咧，剛才介紹咗啦。咁而海11嘅對面，即係呢度咧就叫海8嘅。海8呢度咧有個奇怪現象，就係以前咧冇乜遊客咧會嚟呢一度嘅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就唔係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呢度咧無端端多咗好多中價嘅酒店，甚至平價都有。嗱，舉例咧，呢度新開一間叫做 Siren Inn 嘅咁。叫得做 inn 嘅，梗係好細間，同埋價錢好平咧，價錢1200匹有交易嘅。咁但係講緊就係話，一場嚟到有時即係雖然係慳錢好，咁我覺得如果俾多少少可以住得好少少又不妨嘅。喺中心部分咧，亦都咧有一啲較為高價少嘅酒店，但係所謂高價都係2000匹到，咁但係會住得更加舒服、更加舒適。我哋不如入去裏邊睇下啲中價較為好少少嘅酒店啦又。而喺前面巷口行到嚟大概5分鐘度咧，就係呢間中價酒店啦。咁價錢大概係2000匹到1晚啦咁樣。咁個最大特色咧就係每一間房咧都好似一個套房咁啊。咁有賣晒啲主席嘅爐具啊，好似相當於一啲 service apartment 咁，但係當然價錢會平啲咧。都幾多香港人中意嚟住呢度嘅。呢間酒店個名唔開佢個名啦，但係喺 A 字頭嘅係啦，其實係呢度老闆個名嚟嘅。喺素高 V 區大多數酒店咧都係屬於有錢印度人嘅，呢間都唔例外。全間酒店有93間房，最大咧540尺，最細360尺。另外喺酒店嘅天台亦都有小泳池同小型嘅健身室。而喺酒店入面，全日咧都係免費無線上網嘅，可以話係一間經濟又實惠嘅酒店。呢間酒店可以話3星外貌、4星裝備，但係2星價錢啦。咁譬如呢間房先算咧，係裏邊最普通、最簡單嘅一間房啊。價錢呢大概係2000匹，不過咧，如果經過旅行社 agent 會平啲嘅。咁最簡單間房，但係簡單得嚟咧，又有大 sofa 啦、king size 嘅大床啦、LCD 嘅大電視啦、HiFi 啦，仲有一樣嘢喎，大台俾你寫字之餘咧，呢度有啲煮食爐具啊、微波爐啊，樣樣都有。
咁變咗咧就如果你除咗你住2-3天之外咧，住1個月啊或者幾個禮拜咧。